北部都會發展簽約儀式最大嘅唔同就係佢唔只係一個活動，而係一個有政策同城市發展意義嘅大型項目。因為牽涉到好多政府部門同埋企業，對流程、禮儀、保安嘅要求都比平時高好多。今次有成80幾位嘉賓。最大嘅挑戰就係確保每一部車都準時去到正確嘅地點，同時又要照顧到 VIP 同一般嘉賓唔同嘅動線同埋節奏，整個過程真係要好高嘅精準度同埋協調能力。我仲記得嗰日一朝早突然收到通知，話要加多一部車去接送 VVIP， 我哋即刻開會去重新安排車輛、調整座位同埋分配人手，完全冇影響到整個嘅流程。今次都有超過110間企業去參與簽署，我哋最後將簽署分成5組依次進行，舞台上仲設計咗好精準嘅動線，確保整個簽署過程又流暢又有儀式感。每個單位都有自己嘅需求同埋期望，我哋要不停咁樣開會，即時嘅溝通，確保每個流程都可以做到啱啱好，同時又要保持成個活動嘅 standard 係一致。無論係臨時嘅改動、複雜嘅動線設計，定係多個單位之間嘅協作，我哋 Eventis 都可以保持冷靜同埋專業，最後令活動順利完美咁樣完成。